呢個係廣東話電動工具測試嘅頻道，測試嘅工具主要係平價嘅牌子，德力西無碳刷電動起子，型號 DLX FDR 1223。電動起子用上紅黑色嘅設計，非常醒目。呢把電動起子係用16.8W嘅充電池，套裝係兩電一充，最大嘅扭力係140牛頓米，分別有1檔、2檔同埋3檔，最快嘅轉速係3450轉。而家我哋去到戶外測試呢支8mm嘅多用途轉嘴。而家我哋測試呢支20mm轉嘴。而家我哋測試下呢支35mm轉嘴。而家總結一下，埋單呢把起子都唔使200蚊港幣，其實算係收貨㗎喇，擺喺屋企看門口絕對夠做。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，再見。